由嘉南游理大厦乐活 LV 志刚社团发起的为爱行动有你真好关怀家友活动，23日下晡伫台南火车头展开。活动由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指导，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乐活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协办，总共准备了150粒便当以及70个润饼。市长黄伟哲、议员蔡小薇、社会局长陈英基、新闻处长苏恩恩、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潘兴团、乐活基金会执行秘书蔡芳如以及立委王定武服务处副主任林建兰也拢出席，共同来关怀家友。谢谢。今天来到我们台南火车站跟民进党台南市党部还有江南亚理科大 LV 志工社的同学一起来做社会公益，因为他们提供了100个便当给这个街友。事实上，这个对同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怎么跟一些市民朋友们互动。那对于我们志工，还有对我们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想说，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们只知道我们谢谢江南亚理科大的同学他们能够踏出校园，走入社会。我们也谢谢我们市府的同仁还有我们民进党的党工朋友能够一起走出来。那乐活基金会的志工也平常都在从事社会福利，所以说借着这四股力量一起来给我们街友朋友温暖。嘉南游理大厦志刚社团带队老师李丽云表示，真感谢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协助提供关怀家友经费，让嘉南社工系学生有了这次校外服务的经验。那我把这个当作行动教室，然后我觉得街友，因为我们在讲贫穷与街友，我社会问题就会讲到这个主题。那我学生就说：“老师，我们要不要来办一个街友送餐活动？”我就说：“好那我就开始说，那我来找经济资源啊。那永春的王小兰董事长，因为我都一直跟他在合作，然后他就说他要帮我找资源，然后就联络了民进党主委潘新传。那因为蔡汪如执行长也是一直我的工作伙伴，所以他们就促成了这次活动。”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潘兴团表示，这次的为爱行动有你真好关怀家友活动，是由嘉南游理大厦乐活 LV 志刚社团发起，党部响应这次有意的公益活动，希望会当以党部的资源带动社会大众共同来关心家友。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